由市府观光旅游局举办的四季办桌，唔仅是推广台南地方美食的重要平台，更加是串联文化、观光，甲着农渔产业的优质活动。今年第3场秋季场将伫10月26日，伫台南知名的地标奇美博物馆盛大来登场。这场邀请到2位杜艺竞赛抢到名的得主，有知名冲泡师卢正志，甲着邱宗斌联手来献艺。以着秋季丰收为主题，融合传统的办桌精神，甲着现代创意料理，推出几道的限定菜色。我们这次的主题是结合节能减碳，然后我们是选择当地龙崎的竹炭跟竹笋，然后关庙的凤梨，还有归仁的鲜稻米。我们这次的设计的菜单里面，就是把我们在地的一些农特产结合创意，有中式、日式跟西式。像这次的竹炭的话，我们是选用龙崎所生产的竹炭下去研磨成粉，结合归仁的鲜稻米，再加上我们的竹笋，结合一道是一个创意既又古早味的料理。刚刚的这些南关县的农产品之外呢，当然我们的主要的食材，刚刚有提到就是我们的台湾鲷。那我们这次台湾鲷用的非常的透彻，我们除了鱼皮，我们还用了鱼菲力，然后我们整只台湾鲷我们也整只入菜，所以我们把它用到透彻。那再加上我们的七股的白虾，还有我们将军乡的乌鱼子，基本上呢，它会是一个非常丰富的一个半桌的一个菜肴。那秋季原本就是一个收获的季节，我们说秋收冬产嘛。那在奇美博物馆这个这么有文化背景跟艺术气息的一个环境里面呢，我们努力设计出希望大家能够非常喜欢的一个菜单。市长黄伟特表示，秋季办桌使用台南山海的食材，活动地点周边还有特色的景点，真适合品尝美食以及附近来旅游。限量100桌，将伫10月8号中到12点来开卖。美食宴的主题，又有山珍，又有海味，又有环保的意味，又有竹炭，又有竹笋，又有海鲜。所以说，你这个好喜欢吃的台南美食、台南小吃都是应有尽有。大家知道，台南是获得英国《Time Out》杂志来获选亚洲10大这个街头美食城市的第6名。所以呢，而且是全台湾唯一入选的，因此欢迎大家一起来看看我们大厨的手艺，看看我们非常好的在地食材，而且又是新鲜又好吃。周边又有很多值得你逛的奇美博物馆跟石鼓园区，欢迎大家一起来哦！要订要快，绝对秒杀哦！这届活动同时也得到侪企业的热情支持，有台湾守护文创赞助的食用员，以及的手摇饮、饮茶来提供每桌冰凉的饮品。台南中埔西四季办桌秋季场，限量桌数有85桌，另外还佫开放150个个人的名额，欢迎有兴趣的民众会用个上iPhone 的网站来订票。台南新闻林彦根采访报道。